地感谢主你的带领甲引带，互阮搁一次聚集伫你的面前，听从主你的信息，因为主你感察阮的心思念头，你也会当对阮的痛苦、艰难、悲伤内面，甲阮拯救出来。主，阮仰望主你的恩典甲慈爱，阮安尼祈祷，仰望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时间过了真紧，已经7月啦，一年的一半已经过了，有紧无？敢袂输只新年摕红包分红包，那已经一半就过去啊吼！时间过了真紧，新的一季就是对这半年开始，新的一季的读经进度，就对出埃及记开始。我一看，出来记记了后，就继续是读利未记，先后是民数记，过来是申命记，拄啊好。今年咱会记哩，今年2019年的头前上头前的对1月开始，咱读的是创世记，吼。创世记和咱即马开始要读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甲申命记合起来，这5本册，这5本册放伫咱的圣经上头前的5本册，就是咱所讲的摩西五经。咱知影这是摩西五经。通过这5本册，咱会当看到上帝甲咱人心里的关系，以及伊对咱人的心意是啥物。对安尼，咱会当了解咱的一生的价值甲使命是啥物。年头咱所读的创世记，读到5尾，我想大家一定印象拢真深。咱知影以色列人因为摸到基哼的问题，啊，讲有因的列祖就是雅各的后裔，就是约瑟的关系，约瑟的关系，所以因规家口啊，规个家族拢迁徙到伫埃及迄个所在徛起，受到法老真好的款待。因为安尼，以色列人咧，伊个毋但安尼，以色列人讲是臃肿、敖生、敖团、敖团，所以伊咧就是生态侪遍满迄个所在。几啊代过去，一代过一代，几啊代过去，有一位新的法老做王。这位法老咧，就开始将所有以色列人当做奴隶啊，害款害因。甲因做苦工，原本即阵以色列人伫埃及迄个所在是住甲真好势，住甲好好真舒适，总是碰到即个新的王一起来，哇，这声惨啊！那会熊熊啊，好像说从天堂掉到地狱这样子的生活，日子是哪过哪艰苦，到了一个程度，因实在是挡袂牢，就开始嗷叫，开始吐气，开始嗷叫。上帝听见因的呼叫，上帝监察因所有的艰苦，就呼召摩西去带因出埃及，离开埃及，要来敬拜主、敬拜上帝，是为着爱互即阵以色列人知影，因的主毋是埃及法老，因的主是会当拯救因的耶和华上帝。咱拢知影即段故事，咱真熟。着摩西接受上帝呼召，受差遣，要来去和法老讲一寡话的时阵，伊讲，要互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伫旷野去敬拜耶和华因的上帝。当摩西和法老安尼讲的时阵，哇，咱即几工若有咧读出埃及记，就知影法老的反应是啥物。法老就继续讲，即阵以色列人吼，已经足明大啦。找空、找芳、找理由，无爱做工，所以吼，法老就下令讲，原本以色列人伊做工就是爱做迄个砖，做那个砖。那做砖的一个材料就是要用草。那埃及的那些督工呢，会负责把那个草供应给这些以色列人，好让他们去做砖啊。可是这下子呢，草不提供给他们了，让他们自己去找草。砖还是要做哦，就好像我们买菜，家庭主妇，老煮菜，然后怎样哈？
原本你可能是大师，哦，负责煮食就好，就遐料理吼，都有二厨哦，可能有一些二厨都帮你切好哦，哦，你只要给他，料理负责料理的部分就好。总是这些啊，爱给发落唔拿哦，你唔拿安尼料理哦，你搁爱切菜，甚至搁爱去买菜，你所有的你拢爱做，所以。法老的下令就搁较重的打放伫遮以色列人的心上。哇！以色列百姓因的头目一听到即个命令，就知影害啦，一声惨。原本只有做迄个针就已经足艰苦，即马草还阁唔互因去做针，即声看是要安怎？当以色列的头目离开法老的面前出去，拄着摩西甲阿伦，因实在是挡袂牢，伊嘛是一看到因就开始发生气。讲你到底是去法老的面前讲啥物话啊？害到阮即马变成安尼，无代无志，无代无志去讲啥？恁做到啥物好事？结果互阮落的这种下场，所以呢，伊就对阿伦甲摩西讲啥物？咱看见咱是个经文21节有讲，愿耶和华降策令啊，先判令，就是摩西阿伦看你们做了什么好事，愿耶和华降策令，先判令。因为令互阮伫法老的面前，甲伊的人生的面前有臭名，搁亲像要用刀下入因的手来害阮。我们还不够苦吗？干脆连命都不要好了，真的是。这以色列头目，以色列人的头目就安尼对摩西甲阿伦讲，摩西甲阿伦就家己的百姓。正所做一切努力，拢诚做正人对美因的证据。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摩西的反应是啥物？摩西的反应，咱来看摩西，上帝确实照以色列头目的讲法，愿耶和华降策令。先判令，耶和华确实有降策摩西甲阿伦。上帝确实知影摩西甲阿伦是甚物款的人。咱咧读出来记拢知影，摩西为着即个号召，伊和上帝已经讲规步啊，对无？伊一直咧正一直咧提示即个使命。总是咧，耶和华一直甲伊呼召，一直甲伊多正。最后，咱知摩西接受这个使命，伊要来和法老来谈判。上帝确实监察摩西甲阿伦，知影因实在是忠心尽职，知影因内心的忧虑甲痛苦，对着家己百姓的指责，不管无谅解，摩西伊知影，兄弟姊妹。毋知咱大家捌碰到即种的情形无？就是碰到即种无法度通解释的即种情形。迄就是讲，咱碰到咱所做的努力，颠倒诚多，互家己陷入伫困境的迄个情形，无做无代志，愈做愈凄惨。毋知大家捌碰到即种情形无？搁去食咱的人生，是毋是亲像以色列人安尼，一直茫茫渺渺，看袂到头前的路，硬后叫啊？哪会上帝互咱的境况愈来愈凄惨？是安怎？到底是安怎？伫1956年的时阵，1956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真实的宣教故事，有5位年轻人，非常年轻的年轻宣教师，有的才刚成立家室，有的他的孩子都还小，幼小。
总是这5位真少年的美国宣教师，因领受上帝的呼召，因将因的某、因的囝留伫美国。这5位少年宣教师，因着家己前往伫咧南美厄瓜多雨林区的一个所在传福音，因要传福音，互迄所在的原住民，为着要将耶稣带到因的生命中。这个故事，这个属性，实际的案例，当这5位宣教师到伫迄所在的时阵，遐的原住民对外来的人，他们是非常的警戒心非常的强，而且呢，他们非常的敌对这5个宣教师。这个原住民二话不说，也没有弄清楚，就将这5位少年人拢害死。这5位少年人为着要宣告，进前做了偌侪准备，因偌久进前就受到上帝的呼召做准备，然后到伫迄所在，结果就是安尼。不明不白的就受杀害，真多人无法度通谅解，无法度谅解是讲，有个人讲，我会伫因的某囝讲，你的某讲，迄当阵你哪会互你的翁婿就安尼做伊去的？你哪无互伊主动？迄才是有一款媒体记者，甲伊口舌指责，讲啊，这5个人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啦！我将伊的某囝吼囥伫个厝里咧，很不负责任。小孩子还这么小，很不负责任。做舆论拢在攻击这5个家庭。即马要请阮的影音的同工，会当从这荧幕旁来，阮等下来看这个影片。这5个宣教师为着耶稣牺牲性命。因所做的工就亲像摩西安尼无彩工，看起来是无彩工啦。佫诚侪证人指责提笑的证据，因的家庭受着痛苦，实在是无法度通想象。伫这整个的过程的中间，因的某、因的囝，面对这么大的困难困苦，因选择转向上帝。亲像摩西面对以色列头目的迄个指责，摩西也转向上帝，和上帝面对面，向上帝来祈祷，将所有的心思念头摆入主的面前。因为因拢知影，无论是摩西还是宣教师因的家庭，伊拢知影，会当带互因安慰的甲力量，继续往头前来行的。就是监察甲拯救的主，就是十字架顶的耶稣。因为耶稣知影迄种生离死别的痛苦，耶稣知影迄种无人通了解的孤单，耶稣知影如何被恶意重伤的那种愤怒，耶稣知影咱心内所有的想法。最后，这个宣教师。下晡做了一个真大的决定，因做了什么款的决定呢？咱即时就来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已经是10几年前拍，因为这是1956年的代志，10几年前这个影片就已经拍了，所以它的画质比较不那么清晰，但是呢，比黑白电视那种纪录片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大概看个大概就可以了，好，麻烦那个。
这些奥家人被视为食人族。这时候他们的头目还没有出现。在出发前，他有一个宣教师，他跟他的儿子的对话。儿子问他说：“爸爸，如果你有碰到危险，你会向他们开枪吗？”父亲说：“你不会向他们开枪，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进天国的准备，而我们已经准备好。”儿子和爸爸做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儿子说：“爸爸，请你答应我，如果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要这样对那些族人说：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真实的朋友。”当这个族长要把长矛刺向他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真实的朋友。”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他的妻子，说他的这一切是不是徒劳无功、白白的牺牲？他的妻子回应记者说：“怎么会是白白的牺牲呢？我的先生是从小就为了这一刻而准备的人，他现在不过是成就了他的梦想罢了。”说他们是为了让人看到耶稣，而耶稣就像他被钉死的模样，
他没有报复。耶稣在想，他过世以后要拯救把他钉死的人，让他们能过正确的生活。之后，奥家族的酋长在一次礼拜当中见证我们从这些宣教士的家庭接受了福音，相信了上帝。如果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牺牲，我们还在过着食人族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死，我们看见了光。但是可恶永恒生命的，绝对不是愚昧的人。传道就是拯救绝对不能失丧的生命。好，这个影片其实在10几年前牧师就看过。看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感动。这个传道师伊的某做了迄个决定，因继续迄个上帝呼召，前往因丈夫受杀害的迄个所在。拄则影片内面嘛有讲，这是因为耶稣的典范。耶稣的典范是啥物？耶稣的典范就是要拯救遐会将家己钉死的人。耶稣是为着要拯救遐会将伊钉死的人，才上十字架，互因会当有机会选择过正确的人生，选择甲上帝同心同行。因为这个宝，甚至阮拄则有看到一个囝有较大汉啊，因为因的选择。这个原住民最后全族都归信耶稣，真做的一个基督徒，就是伫逐种的境况，拢会当坚持、坚守家己的信仰，并且将福音传出去，互咱四周围的人拢会当借着咱来认捌基督，亲自经历主的疼。顶礼拜老师、老三牧师有讲到新的科技的时代，网络真紧，的速度真紧，人甲人彼此的中间互动有真多的互动，总是有时咱会发现讲，咱心内的迄个距离哪来哪远。咱明明是上帝子民，应该活伫上帝听内面无任何的惊吓，总是咱。常常受到惊吓来包围，我们常常被恐惧绑架。我们恐惧失去金钱，我们常常被金钱绑架。我们常常怕失去地位，我们被政治绑架。我们怕失去关系，我们被人情绑架。明明是人。明明是一个人，却活得无像一个人，亲像是奴隶。咱看起来是真自由的人，总是咱有时啊实在是活甲足亲像是奴隶安尼。咱内心充满真多足惊的代志，惊互骗，惊了互误会，惊了受否定。无论咱的外表装塔啊偌尔啊水，偌尔啊有成就。侪人其实，侪人的生命中，侪人的心中一定是千疮百孔，活到真艰苦，活得很辛苦。
各位兄姐，无论咱有碰到什么大艰苦的代志，今仔日这段经文，上帝要甲恁讲，上帝恁内心的痛苦，上帝拢有觉察，伊拢知影，伊拢有了解。伊若知影，伊若了解，伊阁是咱拯救的主。上帝是觉察的主，也是拯救的主。是讲咱人的一生有侪侪风雨搅动袂停，也有侪侪人无法度了解你所做努力，咱就永远爱感谢主。无论你是开喙求救的以色列百姓，还是领受呼召、受责备的摩西甲阿伦，上帝拢觉察。无论你是遐完全无讲道理，互四周的人滑倒，阁互人毋敢称分的遐的原住民，还是愿意献身基督的宣教师，甲因的家庭，上帝拢知影，伊拢觉察。无论咱当在经历什么，上帝伊拢知影。伊是觉察的主，也是拯救的主。咱着信靠伊，伊的确会带咱行过死荫的山道。上帝掀起侪侪环境，拢在锻炼咱的信用。当咱亲像以色列人碰到人生的苦难，咱就较会向上帝来呼叫，来思考咱的信用的真实。最近伫世界内面，咱已经为香港祈祷有一段时间。伫香港反送中的这个运动的内面，激励侪侪香港的青年，为着民主的价值，为着家己的未来挺身而出。因的爸爸妈妈有讲，如果有这么一天，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儿女挡子弹。像甲讲，因是无经历苦难的草莓族。我们要怎么样为我们下一代来挡这个子弹呢？今仔日是圣洁礼拜，我们也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要如何为我们的下一代来挡子弹。咱知影上帝所欢喜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心存谦卑，甲伊同行。基督徒伫这项代志的回应，应该是学习摩西、学习耶稣、学习遐个宣道师，为着当咧受迫害的人，为着遐个还未认捌耶稣的人来祈祷，甚至做一个努力，互主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这毋是咱逐礼拜的祈祷吗？这毋是咱逐礼拜的呼叫吗？咱无感觉吗？咱在讲即句祈祷文的时阵，用即句话来祈祷的时阵，咱的内心是一点仔感觉拢无，还是实在是足迫切的祈祷，是倒一种？咱有看到咱四周围的人伫呼叫吗？迄只咱对香港的支持会真对侪侪人的笑亏，亲像用小虾米讲着大龙虾呢。甚至颠倒真做正人指责咱的政府，可能有一天咱若路过香港的，互中国掠去，讲好，我看到你哦，我伫网络看到你哦，你有支持遐个民主运动的人哦，就将咱就互掠走。或许我们所做的，就像摩西跟耶稣所做的一样。以世间人来看，无彩工啊，无代无志，做遮的阁互掠。咱着爱记哩，当咱注目是一个顶的耶稣，当咱注目永远的活命，咱就永远会当抬头观看，所有的对立、看口，咱确实是胜利的。升级礼拜、圣洁礼拜，咱真意爱咱的囝士的信仰，因的财目、因的智慧会当提升。
总是绝对毋是只有囡仔爱升级，因的嘛是因的信用爱提升，所有人的信用拢需要提升啊！伫咱四周围所发生的代志，拢是咧催逼咱去思考，什么是咱应该去去杀的，什么都是咱应该爱掠条条的。伫约翰福音书12章250节才有讲，咱我真实的一段经文。 疼惜家己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伫即世间若甘愿牺牲家己性命的，会保守性命到伫永远。这就是拄则咱看迄影片，对宣道师伊的日记顶面所写的，为了追求那永恒的，而失丧，而丢弃了现在短暂可以拥有的身外之物。 绝对不会是愚昧的。伫咱传福音进前，咱家己必须要爱调在。我们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会当有无共款的选择。咱着亲信邀我上帝是监察的主，也是拯救咱脱离这个世间一切捆绑的主。咱同心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无论咱的环境如何的变迁，你是监察的主，你了解咱内心的折磨，甲生活中的艰苦。总是阮有大愿望，就是你也是拯救咱会当脱离这一切的主。愿信心保证阮会当抬头注目观看，独独仰望主你，继续往主所采标来跑走。 阮最后就一定会得胜。愿安尼祈祷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